你爱我摕100万给你？是啊，妈，即摆我的业绩所有俊杰遮尔济，之前我强请台湾写报道啊，点过也是无效。我即摆打算搁找人，甲阮通路顶悬的货拢总买回来。阮是咧等俊杰入来写每日销售总额，我有把昨下销售总额绝对赢过你。老不对，昨开始是你。咁真是，我看者。啊，不过你也是免还伊个收账，因为总销售额，恁也是输稳。不要紧，走得来哦，我准备准备开始超车哦。无讲白啦，陈亦凡伊甲你是好朋友，又搁伫咧追求你，伊当然嘛会甲你斗相共。对你无讲白啊，而且哦，陈亦凡无咧追求我啦，啊搁有啊，听你写迄篇专题报道嘛，写得足精彩的好无？是啊，而且即摆阮逐工伫公司还阁有卖场，拢有办记者，毋是敢若可以报道尔。伫卖场办记者，这 idea 真系足好诶。这个烤玉米哦，伊上届吸引人的所在，倒是伫遐放开。无唔对，我就是安尼哦，甲俊豪讲的哦。俊杰，你还阁有新想好建议啊？恁的海鲜饭代志书，咱的赛外赛，你是毋通袂记者？我从来都无答应过你，要甲你比什么赛外赛啊？你袂记无要紧啊，我是记了1,200册。恁两个为什么赛外赛啊？我哪拢唔知。哦，无啦，迄个比赛不重要。不对啊，假使你若输，你就要来加唱。可是，咱先来我的办公室，咱继续讨论最后这几天的销售策略。哦，好啊。想到俊杰表现看起来无啥欢喜。俊豪，这后壁这几天看起来，恁的心情搁赢过俊杰因吼。是啊，在感谢慧婷啊，选出这4次促销活动，而且迄个视障者等于了，有写一个小故事伫网络顶管分享，有真侪人替我分享出去，所以阮的业绩才会相当遮尔济。真好。哦，啊那安尼总销售额刚算出来？算出来。哦，来，下课。好。烤玉米625万，西班牙海鲜饭630万，俊杰，咱敢是赢？搭以这个月总销营业额来看，连这周开始是赢。啊，不过等一下，这成本也袂扣掉哦。俊杰俊豪，恁甲恁为研发到贩售，这内面呢食材、包装、行销，还有人事成本，这所有开销，拢下出来。现在拢爱加入去哦。当然啦、在比赛之前我都已经讲过啊。
但这个比赛是要考验恁对食品的开发、定价，还有行销能力。所以恁爱甲所有的成本拢加落去、算落去，到尾啊，看啥物人赚的利润较济，啥物人就赢。所以即马恁两边敢拢有受理出来啊？啊？好，来先下出来。啊。俊豪，阿弟。320万，来呀！安尼算起来，俊杰这边是300万，俊豪这边算起来是305万。恭喜你，俊豪，你是未来一品新任的业务行销部副总啊！恭喜！这样，快点，恭喜你。这不公平，应该嘛爱看市场讨论度才对啊。阮烤玉米伫网络讨论度嘛就悬的好不好？李克勤，我本来无想要讲出来，也毋过既然你想要报我阮曾经理，这是阮朋友传我的相片，麻烦请你看一下。我迄个时阵拄好巴肚枵，想要买物件食。哦，巴肚枵哦，一摆买遮济啊，规台冰箱拢搬起。李克勤，是不是顺便大胃王啊？我就是无想要互李俊豪做副总嘛。我甲阿嬷拢认为俊杰哦，伊比俊豪的能力搁较好，而且好啊！可是我甲你讲，俊杰甲俊豪两个人拢是有能力的人。而且对公司付出的心力嘛是同款的，安尼你了解无？是啊，可是输就是输啊，无啥好讲的。俊豪伊即摆会赢，这就表示伊的实力足强的。而且俊豪伊之前嘛是业务行销部的经理，而且门控方面的经验确实是比我较济。即摆我输甲先外口。唉。虽然讲即摆是俊豪恁这组赢，不过不管是西班牙海鲜饭还是烤玉米，这未来两项商品拢是咱一品的主力商品。俊豪，加油啊！加油！尤其，我袂对不起你弟家，你为伊的亲生后生，我有用心栽培，除非是伊家己无出团，啊若无，我对因两个囡仔绝对是公平。